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紅燈區，又係我阿 Ben 啊。咁啊，上一條片咧，我提供咗第二場同第三場嘅心水俾大家。咁我突然間靈感到咧，所以我會提供埋第一場同第四場泥地比賽俾大家嘅。不過泥地比賽咧，通常會爆冷多，所以大家都係少住會好啲啦。咁啊，循例都要講句啦，提一提大家。咁啊，本節目只係提供個人意見，並冇呢個投資要約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將為我嘅意見作為參考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嘅節目呢，就請訂閱、俾 like 同 share 嘅。咁首先講第一場5班1200米泥地賽事。咁我自己有留意開嘅賽馬呢，就有1號嘅有型勇士，咁就8號嘅明尼標區，9號嘅歐洲傳奇，11號嘅東方寶寶，同埋12號嘅快馬加鞭。咁我哋又嚟啦，睇一睇佢哋嘅試集先。咁我首先呢課試集呢，就會睇到有型勇士同歐洲傳奇嘅。咁你見到佢分別係第2同第4名。咁你會見到有型勇士呢，就輕輕推騎，咁歐洲傳奇呢，初頭都俾佢大甩嘅。但係歐洲傳奇喺佢散幾下之下，你見到佢嘅加速都係有嘅，不過都係應該係略遜於有型勇士嘅。咁接下嚟我哋睇下東方寶寶嘅試集。咁外邊綠色衫就東方寶寶啦。咁呢課集呢，好多高手嘅，有超易穩啊，最出邊銀色嗰隻叫銀藤。咁啊，全部高分馬嚟噶。東方寶寶就25分。你見到係咁盡力推騎呢，都係俾人拋離緊。不過但其實佢都有啲細，所以如果佢成大冷門呢，都可以拖下去買 pace 當 win 咁賭嘅呢隻。好啦，跟住講就係快馬加鞭。咁而家畫面白色帽、粉紅色手袖嘅就快馬加鞭。呢個課試集呢，就冇乜勁馬嘅，咁就得分隻28分馬藍色帽藍色衫嗰隻就全程路通。你見到其實都係有啲能力咯，3344咁樣咯。咁另外我係冇特刻意講隻靈力標區，因為嗰隻本身都勁嘅，所以呢場心水我推介呢，就1號嘅有型勇士做膽啦，呢隻應該有 pay win 就應該要啲形勢啦。咁啊，第8號嘅靈力標區，因為上場佢都搏噶啦。9號嘅東方寶寶，如果係懶到好懶呢，就可能調翻轉攞去做pace 啊或者 win pay 投注咯。但我個重心推介都係1號嘅有型勇士嘅。好啦，跟住講第4場4班1200米泥地賽事。咁我有留意嘅馬呢，就有分別係1號嘅天天灑落，2號嘅開心5月，3號嘅宜昌精神，同埋8號嘅日日獎。好啦，咁我哋先講1號嘅天天灑落，有潘頓騎嘅，而家大頭綠色衫嗰個天天灑落。咁其實呢課集呢，基本上冇乜對手威脅到佢，一放到呢就好輕鬆。所以基本上，不過呢場試集呢，嗰個賽事水準唔係咁高，所以可能俾人高估。如果成為大熱呢，我就都唔會點揀佢。反而2號呢隻開心5月呢，就要留意啦，佢就58分馬啫，但係後邊嗰啲沙井之友好有心得就分別為67分馬同埋68分馬。你一睇翻個課試集呢，你就見到開心月呢，雖然都有啲用力騎嘅，但係你見到沙井之友啊同埋好有心得啊呢啲高分馬追得個追字咯，但係過去唔到嘅。所以呢場呢，開心月呢，我覺得贏硬咁滯啦，所以我會重咁買呢個開心月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第3隻，咁就宜昌精神藍色衫嘅。咁呢場試集呢，其實就冇乜勁馬嘅，但你可以睇到佢呢，推騎就好輕輕鬆鬆嗰個拋甩咗啲馬群，所以宜昌精神係都有啲能力。不過我就唔係好相信沈集成起孖咯，有型勇士再搭宜昌精神，所以呢隻我就會擺次選咯。咁啊，跟住講翻隻8號嘅日日獎。咁其實呢隻日日獎喺之前個試集再上次我嘅推介呢，攞日至強呢，嗰個課試集係一個強嘅試集嚟嘅，所以其實佢嘅追勢都好勁啊，日日獎，所以一定要拖埋佢咯。所以嚟緊我個心水推介呢，
就係重心推介1場1號放頭嘅有型勇士，前置嘅8號凌利標區，如果你後上就9號嘅東方寶寶。而第4場呢，放頭呢就係2號嘅開心5月重注，但如果你後上我呢，8號日日獎呢就輸下 win 嘅。所以到咗我嘅過關推介呢，就係第1場1號有型勇士搭4場2號嘅開心5月 win 10蚊，咁啊 pay 10蚊，總支出係20蚊。但如果突然間你後上呢，或者你博懶呢，東方寶寶再搭日日獎都未嘗不可。係啦，咁我今日嘅介紹就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星期日贏多啲啦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